全球规模上大的花草展览英国去年起花展，逐年拢会伫5月举办。因为气候变迁，要安怎利用花草来解决问题，亲像收集水资源，都是今年其中一个比赛题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所主办的切尔西花展，每年5月固定伫伦敦西区的切尔西皇家园进行。因为花草之外栽培甲气候指数关系正大，所以这几年来，政府是愈来愈重视永续发展甲生物多样性。像今年就拄到冬天温暖，春天提早来，尾也阁拄到寒流，和园艺设计师才重新调整因的方案。像人要用山茶花甲酒尾花，不过花拢提早谢，只好拣别项花。People really have to adapt. They have to experiment. And if a plant isn't behaving for you the way it was usually, why not think of it as a massive opportunity and try something new? It's exciting. 竞赛分做4大项，总共有35个园艺作品参加。其中一个项目是抗旱集水，设计师马赛作品水源造花园，用弧形粗线的柱顶收集雨水，再搁将水资源储存起来。你若伫咧景湿的时阵，尽量景会当挡可汗，搁唔惊水的。This garden is like a giant sponge. All the water is drawn up, it's utilised. All the hard landscaping is open and permeable as well to allow water to pass through and soak into the garden. 今年所有大型的花园拢爱提早到计划书进行水资源、废弃物，还有材料等项目的审查。主办单位讲，安尼先看卡掠就能降低20%。若所有作品伫咧展出了，拢爱完整的或者是局部的，刷到全国各地学校、病院或者是公共空间，尽量发挥因的价值。公司新闻王慧文编。